柳營區兼具自然生態甲農村文化特色，是台南推動觀光的重要亮點之一。市府觀光旅遊局規劃舉辦2025荷蘭村魔法節，不僅是希望推廣柳營在地產業甲觀光資源，更透過節慶舉辦串聯周邊觀光農園、歷史建築甲休閒園區，帶動地方經濟發展。柳營好山好水，很多好的地方，也很多好的物產，所以包括牛奶、酪農，還有周邊。包括落羽松、六甲的落羽松等等，還有包括大興營區這個鹽水，還有鹽水接下來在這個冬天要到的時候，就開始準備月津港燈節嘍。然後接下來我們大興營區的天鵝湖，所以這些地方都是非常好的景點，能夠相得益彰，能有更多的人能夠來參與把一些地方民俗小吃吃起來，把地方的好的景點玩起來，能夠12月6號。10月7號來到魔法村我們荷蘭村的魔法市集藝術節。全台唯一的荷蘭村魔法節，活動將外國節慶氛圍甲地方文化完美結合，不僅有創意市集、奇幻表演、闖關遊戲以及親子體驗等，更有精彩的火舞表演，讓民眾在充滿趣味甲浪漫的節慶氛圍中度過一個周末假期。今年的魔法節其實應該是第一次舉辦了哈，那我們也是在跟荷蘭的元素，包括這個聖尼古拉斯節一起這另外一個元素就是我們的風車那其實，在西北地區很多好山好水，但是需要更多人去挖掘，需要更多人去詮釋，需要更多人去裝點，所以呢，我們在柳營的荷蘭村能夠一方面發展成為這個露營的聖地，另外一方面發展為這個魔法，或者是說這個市集上很多好朋友可以一起來。透過異國節慶文化跟地方特色結合，希望吸引更多人走入去柳營，認識柳營，感受農教聖誕氛圍跟幸福能量。市府熱情邀請全國民眾全家大小做伙來柳營，體驗屬於南台灣的浪漫跟魔法。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。